好，又到講故事時間啦。上次講到小白召集咗咪咪、小藍同埋其他朋友，話俾佢哋聽今次嘅危機，佢哋決定一齊行動，幫助嗰啲受災嘅小動物，因為水浸啊嚇。好，開始。點解會水浸嘅？你梗係唔記得咗咧？咁我就聽到。因為可能你瞓着咗咯，因為個市中心嘅公園啊，有一場大雨啊，浸沒咗啊，好似樓下公園咁，大雨到浸咗啊，水浸啊，但係個公園好大啊，好多動物咧都冇咗屋企啊，咁嗰啲小動物咧周圍走啊，要揾避難所啊，小白咧就叫咗咪咪同埋小藍咧一齊幫佢哋啊。開始啦！小白咧同嗰啲朋友咧開始尋找安全嘅避難所。佢哋避難所即係避開嗰啲災難嘅一個地方，一個處所，即係避開危難咯，避難咯。如果避熱咧就即係避暑咯，避雨咁咯，即係避雨嘅地方咁。避難就避開危難嘅地方。佢哋首先嚟到一個空置咗嘅倉庫，希望咧能夠咧受災嘅動物咧可以提供咧臨時嘅居所，好瞓好啲先過嚟係。然而咧貨倉嘅空間咧有限喎，但係根本咧就冇辦法容納所有嘅動物。小白咧感到咧好沮喪啊，但佢知道咧佢唔能夠放棄㗎。佢鼓勵大家咧一齊再揾其他地方，亦都相信咧只要團結一致，就一定咧能夠咧揾到咧解決嘅方法嘅。經過一番嘅努力啊，小白咧同佢啲朋友咧揾到城市嘅邊緣有一個大廢墟嘅工廠喎。咩大廢墟啊？即係一間好大而荒廢咗、執咗笠嘅工廠，冇用㗎啦。呢度咧有足夠嘅空間咧，容納所有受災嘅動物。小白咧提議將工廠咧改建成呢個臨時嘅庇護所，大家都一致認同。好眼瞓添。小白咧同佢啲朋友們咧開始咧忙碌起嚟咯，清潔工廠啦，搭建臨時嘅房間啦。為咗動物們提供舒適嘅住所，佢哋仲準備咗食物同埋水，確保咧每個人咧都能夠有得到照顧。喺小白同佢啲朋友們努力底下，臨時庇護所咧逐漸成型啦。來自唔同嘅地方嘅動物們都能夠聚集喺呢度，互相支持。小白咧組織咗志願者啊，等大家咧一齊分工合作，確保庇護所嘅運行順利。隨着時間嘅推延，動物們咧都開始感受到團結嘅力量。小白話俾大家聽：我哋係朋友，無論遇到咩困難，都要走喺一齊，就一定能夠克服㗎喇。小白咁講喎，小白同佢啲朋友們嘅努力吸引咗城市裏嘅人類，佢哋開始關心呢班動物啦，主動提供食物同埋幫助。好多善良嘅市民嚟到庇護所，帶嚟食物啦、毛氈啦，仲有玩具。毛氈即係咪咪個瞓嗰個毛毛嘅氈啦，即係好舒服嘅，好似床仔咁嘅咯。咁就係你瞓得舒服啲，嗰啲毛氈咯，冚嗰啲咯。你嗰啲毛毛被都係毛氈啊。等啲動物咧感受到人類嘅關愛，小白感到非常感動，明白到愛嘅力量係無窮嘅。無論係動物或定係人，只要心中有愛，就能夠改變世界。其實人類都係動物嘅一種嚟㗎。隨着庇護所嘅運行，動物們咧逐漸建立咗自己嘅新嘅友誼。
小白同咪咪開始舉辦各種活動，譬如遊戲、故事會同埋才藝表演，等啲動物咧唔再感到孤單。小藍咧每日都會帶即係孤單嘅，即係孤獨啊！孤獨咯，孤單就自己一個人咯，即係一樣噶。其實小藍咧每日都會帶嚟新歌，等大家俾大家一齊唱，增強大家嘅凝聚力。小白感到無比嘅幸福，因為佢哋喺艱難嘅時候，無比即係非常咁嘅意思咯，即係狠咯，即係超級咯。因為佢哋喺艱難嘅時候咧，互相扶持，令到彼此更加親近。然之後咧，避難所嘅運行咧，唔係一定一帆風順啊！有一日咧，倉裏邊出現咗啲蟲啊，威脅到動物嘅食物供應啊！小白咧感到咧非常嘅唔開心啦，同埋好擔心啊！因為如果唔解決呢啲問題咧，所有嘅動物咧都會受到影響啊！小白決定要同佢啲朋友一齊揾出解決嘅方法。但青蛙食蟲喎。係啊！佢哋開始研究蟲嘅來源，仲制定計劃，諗辦法去滅蟲，消滅呢啲害蟲。小白帶領大家一齊清理食物儲存區。咁係咪好蟲啊？都有㗎。哦。佢哋清理呢個食物儲存區，亦都尋找可以防止蟲子入侵嘅方法。咪咪提出用香料來驅趕呢啲蟲子，小藍就提議建立一個安全嘅儲物區。佢哋分工合作，小白負責收集香料，咪咪負責清理儲存區。小白負責收集香料咯。咪咪做啊嘛。咪咪咪清潔咯。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咧，啲蟲咧終於都成功咧趕走咗啦。大家咧都感到無比嘅欣慰。為咗鼓勵大家，小白決定舉辦一次分享愛嘅故事活動。佢邀請每一位動物分享自己嘅故事，等到大家一齊感受友誼同愛嘅力量。小藍講述咗佢係如何克服困難，咪咪分享咗佢幫其他動物嘅經歷。每個故事都充滿住感動，令到大家都更加團結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庇護所逐漸穩定，動物們咧開始思考如何重建佢哋嘅家園。小白鼓勵大家一齊參與重建計劃，重新返到自己嘅城市生活。小白提出咗家園重建計劃，每個動物都可以貢獻自己嘅技能，為重建出一分力。小白同嗰啲朋友們開始尋找可以重建嘅地方。佢哋嚟到城市嘅唔同角落，查看嗰啲地區可以重建嘅建設，亦都確保呢啲地方係安全。咩叫建設啊？建設即係起嘢咯，亦都確保呢啲地方係能夠安全咁樣容納所有動物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佢哋遇到好多挑戰，但係每一次困難都俾佢哋嘅友誼，令到佢哋嘅友誼更加堅固。小白同佢嘅朋友們最終選擇咗一個適合重建嘅地點，開始建立新嘅社區。佢哋一齊設計房屋、花園、遊樂場，等啲動物能夠喺度快樂咁樣生活。小白感到無比自豪，因為佢哋嘅努力。咩叫自豪啊？自豪即係為覺得自己都好叻咯，即係因為自己做嘅嘢，自己都讚賞自己，自己都欣賞自己咯，俾個 like 自己咯。因為佢哋嘅努力，將
為所有動物創造咗一個新嘅屋企。喺新嘅社區裏邊，小白提議建立一個愛的花園，令到每一位動物都可以喺呢度種自己嘅花朵。呢個花園咧，唔單止可以美化環境，仲成為大家交流嘅地方啊！動物們咧喺呢度花園裏邊咧，分享種植嘅經驗，彼此幫助，幫呢個花園變得更加美麗。小白深刻體會到，愛是可以將愛咧係可以同好似花一樣，透過關心同埋努力不斷盛放嘅。新社區建立完成之後，小白同啲動物們舉辦咗慶祝活動，邀請所有朋友一齊參加，大家聚喺一齊，分享食物、唱歌跳舞，慶祝新嘅開始。呢一次嘅慶祝令到每個動物都感受到愛同埋友誼嘅力量。等佢哋明白，只要團結一致，就能克服任何嘅困難。然之後，幸福嘅日子並唔持久啊！隨住新社區嘅建立，城市裏邊出現咗一啲唔友善嘅動物，佢哋試圖取奪，即係爭啊！佢諗住攞走咗小白同佢哋啲朋友們嘅社區啊！小白感到好擔憂啊！佢知道需要保護自己，必須保護自己嘅家。小白決定召集所有動物，討論如何應對呢個新嘅挑戰。佢哋必須團結起嚟，共同抵擋外來嘅威脅。小白話俾大家聽：我哋唔能夠俾恐懼支配我哋嘅心，勇敢地面對挑戰先係最重要嘅。佢嘅説話令到大家感受到勇氣，決定一齊抵抗唔友善嘅動物。小白同佢啲朋友們開始制定計劃，設立警戒，確保社區安全。大家互相鼓勵，信心倍增。嗰啲好唔友善嘅動物終於嚟到社區啦，試圖破壞佢哋嘅生活。小白同佢啲朋友企喺最前面，勇敢地面對呢個挑戰。經過一場激烈嘅對抗，小白同佢啲朋友展現咗團結嘅力量，最終成功保護咗自己嘅屋企。呢個經歷話俾大家聽，呢個經歷令到大家堅定咗捍衛友情同家園嘅信念。喺抵抗呢啲唔友善嘅動物被驅趕之後，小白同佢啲朋友決定要尋找和解。佢哋邀請咗呢啲動物嚟到社區，分享自己嘅故事，建立信任嘅友誼。小白相信愛同埋理解係能夠改變一切嘅。呢個舉動令到所有動物都感受到和平嘅珍貴，開始學會互相尊重。小白同佢啲朋友努力咁樣促進咗新嘅友誼，令到曾經唔啱即係不和嘅動物開始合作，共同保護呢片嘅土地。佢哋意識到只要共同努力，先能夠創造更美好嘅將來。小白感到無比欣慰，因為佢哋嘅愛同埋勇氣改變咗呢個城市嘅面貌。故事咧就嚟到結尾㗎啦。面貌即係面孔咯，即係嗱，佢改變咗城市嘅面貌。如果嗰個城市爛溶溶就爛溶溶嘅面貌咯，如果好繁榮就繁榮嘅面貌咯，即係嗰個樣咯。故事咧就嚟到結尾啦。小白同佢哋啲朋友建立咗一個愛心小組，
係幫助更多動物同埋人類宣揚愛同友誼嘅力量。佢哋相信只要心中有愛，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。呢個故事咧就係想話俾啲小朋友聽，愛咧同友誼嘅力量係無窮無盡㗎。無論面對乜嘢困難，只要團結一致，就能夠戰勝困難，創造美好嘅生活。故事就今次真係完結啦。好，拜拜，期待下一個故事啦。Good night。